就要死了，我不甘心。这是希望吗？我这又穿越到哪个倒霉玩意身上了？我操！这案发现场是怎么回事？此时一股记忆涌入这货脑中，原来这货是云天宗的外门弟子，天生孤儿没有背景，但那门天骄白衣却一直缠他身体，这是让宗门官3代张弛心生嫉妒，于是找上门霸凌这货，然后意料之中双双嗝屁。我尼玛，这张弛的爷爷是金丹期的长老，要是双双嗝屁了还好说，可我现在还活着，这他妈怎么解释？不行不行，趁大家还没发现，我必须逃离宗门。馒头哥哥，我给你带了。你的心意我明白，咱们山水有相逢。好宴。系统出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？这难道不是穿越者的标配吗？说吧，你有啥绝活？本系统简单粗暴，能让你修炼1次等于100次，修炼1天等于修炼100天。怎么使用？想要开启增幅，练气期1天需要1块灵石。什么破系统？怎么还要钱？小爷没钱。检测到宿主是个穷逼，系统即将永久关闭。别走啊哥，我有灵石，这是我刚才好不容易捡的野生灵石。宿主真不要脸，你看人真准。道友请留步。我操，这么快就追来了。这位师弟不要紧张，我们也是云天宗的弟子。他喵的，你是云天宗的，我才紧张好不好？不知师兄有何事？我是内门弟子杨晨天，出来执行任务，结果一个队友出事了，现在差一个，不知师弟可愿协助我们？我是真心想帮助各位师兄，可我……师弟，我什么？我义不容辞。我尼玛，这特么就不是选择题。如此甚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这次我们的任务是筑基5层的兽王，不过师弟不要担心，兽王由杨师兄搞定。我们的任务是守住外围，防止妖兽支援兽王，而且师弟也不需要战斗，只需要控制阵法就行。到了，此地是6芒阵的南位，师弟你守在这里，只要有妖兽靠近，你就往阵法里注入灵力，那些靠近的妖兽都会被击退。师弟，这10块灵石。师兄太客气了，我没打算要的。等我们击杀了兽王，我再另外给你20块灵石作为报酬。师兄你对我真好，师兄请放心，今天阵在人在，绝不会让一只妖兽从这里过去。那就多谢师弟了，你们随我去阵法的其他位置。师兄，我不明白，10块灵石，那可是我们2个月的工资，为什么给他？给他？可能吗？我是担心那货跑路，用灵石稳住他，等任务完成再找他算账。哦，不愧是师兄，智商就是高，那小子还感恩戴德，准备拼命守阵呢。一群傻缺，这些手段都是我幼儿园玩剩的，还想骗我王馒头？直接离开不是我的风格，小爷陪你们好好玩玩。里面开始了。这些妖兽不敢硬闯，看来阵法对他们还是有威慑力，不过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各位妖兽大哥，大爷里面请。大哥，我有点懵，这人类怎么自己打开了阵法？人力决战，小心中击。咦，咋都不动呢？还傻站着干嘛呢？你们的王都快嗝屁了。我去试试。大哥，安全。希望师兄能尽早放弃，早点安心投胎。阿弥陀佛。等你们拼得2败俱伤，我再去送师兄一程，顺便捡点野生的储物袋。我真是心善，还免费提供1条龙服务。这才3分钟就有妖兽闯进来，是哪个傻缺这么虚？师兄还在反抗，看来有底牌。这是你们逼我的。出底牌了，一口气从筑基5品暴涨到筑基8品，好东西啊，真是浪费。卷云斩。这是丹药反噬，要出场了，都是钱啊，不能浪费。
你，我靠，师兄你还醒着啊？畜生，老六！师兄别说了，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你现在一定很痛苦，师弟现在就帮你结束痛苦。师兄在这里。他嘎了师兄！我操！都愣着干嘛？追啊！他回来了，快退，小心有诈！师兄，他又跑了，还追吗？我有点摸不透他的操作，谨慎起见，我们让宗门惩治他。反正他也是云天宗的人，跑了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哦，师兄英明。他喵的，这下云天宗的仇恨值彻底拉满了。而云天宗是这南辰州最好的正道宗门，所以这正派是肯定混不下去了，只有一条路走到黑，投奔魔宗。在这南辰州最好的魔宗就4个：邪域宗、怒火门、苍星门和罗刹门。就这苍星门听着正常点，决定了就去投奔苍星门。咦，野生的衣服还是一男一女，谁这么没素质乱丢垃圾？幸好遇到我这活雷锋。衣服怎么没了？我操，是哪个王八蛋这么缺德？这货做完好事后，一路来到浔阳城，准备前往魔宗的地盘。想要去到魔宗地界，就必须跨过血漠，而血漠里面连金丹期的妖兽都有，太他妈危险了，必须得找个商队跟着走。不行，还是不稳妥，我得修炼点保命技能。铜皮铁骨，好技能，能抗揍。修炼需不断受外力打击，再以妖液浸泡。就是挨打呗，太简单了，不就惹事吗？这是我熟。霸基门，这武馆的人一定很强壮，那就你了。有人踢馆，快摇人！系统开启百倍增幅。小子，咱挺肥啊，敢砸我霸基门的牌匾！讲道歉，已经晚了。伤害性不强，侮辱性极大，都给我上，往死里打！都没吃饭吗？用点劲。对，就这样。我靠，这小子属小强的吧？我不行了，再打下去，我估计得先累个屁。算了，放过他吧，也放过我们自己。他问候我吗？给我往死里打！就这样，时间从早上来到晚上。明天再战。这货回来后泡起了药浴，药浴得到百倍增幅，肉身得到极大增加，你达到了铜皮3段。哦，一天就达到3段，果然还是得多挨打。明天早点去。他喵的，拿我和狗比，我挨打不还手，狗能比吗？送上门的人肉沙包我不要，那我送给其他武馆。第二天，这货独占虎泉门。第3天，虎泉门闭门，王馒头转战东来拳馆。第4天，东来拳馆闭馆，王馒头转战阳明门。第7天，浔阳城所有武馆联合起来，一起讨伐王馒头。第8天，浔阳城所有武馆关门。我王馒头以德服人。恭喜宿主达到铜皮9段巅峰。这铜皮铁骨已练到炼气巅峰了，想要继续修炼，只能等修为突破到筑基期。看来得修炼点别的了。清风绝影、土遁术，一个身法，一个遁术，保命神技必须点满。还不够保险，得修炼点攻击手段，一阶阵法、阴人神技必修。于是这货为了狗命，在接下来的10多天里，利用百倍增幅，将所有技能和修为点到炼气巅峰。暂时练到头了，现在该找个商队去魔宗的地盘。于是这货找到刘管家打听商队的事。你想进入商队当护卫？不错，我听说需要专人推荐才能进，这不就来找刘管家了吗？消息挺灵通嘛，介绍费2块零食。这么贵？你炼气9层的实力，护卫商队走一趟可得10块零食，我只收2层，不算高了。好吧，那最快的商队多久能出发？最快的明天，不过我不建议你去。为什么？这次商队是赵家的，目的是送大小姐赵曼去苍星门拜师。难道有危险？这赵家大小姐乃世间罕见的万毒体，万毒体你知道吧？知道一点，就是那种有合适的功法，修为就蹭的往上涨。不错，万毒体修炼方式分为2路，分别是正道的圣心解毒体和魔道的魔心养毒体，而圣心解毒体已失传，反倒是苍星门那边有魔心养毒体的功法，所以赵家只能送去魔宗。可我们这里是正派的势力范围，你觉得正派的人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绝世天才投靠魔宗吗？你的意思是正道会在路上派人截杀？肯定会，所以老弟能不去就别去。放心，问题不大，正道针对的是大小姐赵曼，
跟我王馒头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遇到事我直接开跑就行。话已至此，那只有祝老弟一路顺风了。第二日，这货来到商队聚集现场。怎么这么多人？不是说只有专人推荐才能进吗？喂呀，大家都有专人推荐，我是这位杨修士推荐的，而他是旁边的张修士推荐的，张修士又是那边的陈修士推荐的。我尼玛，合着这专人推荐随便找个人就行，这把血亏啊！大家安静，我是赵家家主赵明德。接下来你们将会分为12支队伍，从不同的路线出发。现在分配队伍。12支队伍，看来这大小姐就藏在其中一路。不过对我来说都一样，遇到危险直接跑路就行。这货分配好队伍就上路了，在血漠里行驶了3天，没有发生任何事。3天都没遇到一点意外，我王馒头果然是天选之子。道有何故？我靠，云天宗阴魂不散啊！别慌，问题不大，应该不是来抓我的，而是为赵家大小姐而来。诸位别慌，我云天宗只找赵家小姐赵曼。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赵曼，有没有查过就知道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前辈请吧。情况不对，这赵家的人眼神带着杀意，手掌慢慢握向兵器，这些老六是准备偷袭。我操，我得赶紧跑路。不杀阵。土遁术。长老，有个家伙发动土遁跑了。不爱小卡拉米而已，让他跑。3阶卷杀阵，一个普通商队怎么可能有金丹期的阵法？看来赵家小姐就在这里，挡住攻击，我来破开大阵。小姐，他们撑不了太久，你快激活传送符跑。现在就比谁的动作快了。而就在这时，王馒头破土而出。那不是刚才逃跑的小子吗？他怎么回来了？金丹后期的妖兽，我操，快逃啊！我尼玛，这地下竟然有金丹妖兽在沉睡，逃跑时没注意，一头撞他身上啊！醒来就一直死咬着我不放。诸位，你们先拦住这妖兽，我回城里搬救兵去。我操，贼我破啊！遇见长老，救我们！喂，怎么都在逃？大家不要怂啊！你们要反抗，要斗争，和他战到底。你他妈好意思说我们？就你压低跑得最快。小姐，传送符还没好吗？快好了。有传送。好兄弟，我们一起逃。小子，给我离远一点。好的，我这就离你远一点。卧槽，你把小姐还回来。那个，你抓我没用，这传送符只能一个人用。哦，一个人。他要抢我传送符。就在这时，传送符聚能完毕，将2人都包裹了。好险，差点就进去了。混蛋，可恶，你差点害死我，我咬死你！放嘴，你再咬，我可就要还手了。还想打我？你忘恩负义，是我把你从绝境里救出来，不然你现在坟头草都有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救，之后我会保护你，一直护送你到苍星门。我王馒头绝对说到做到。咦，没想到想抢我传送符的人，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，看来他人还挺好的。他喵的，这是什么鬼地方也不知道，危险等级未知，和他一路，要是遇到危险，我只需要跑赢他就行。你知道我们该往哪走吗？等我看看。我储物袋的东西全没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刚才传送造成的？我操，没了，全没了。你咋这么伤心？难道里面东西很贵重？有灵石、妖兽尸体、灵气和功法，都是我辛辛苦苦野外采集的，是前半生的全部心血，这下都没了。这些东西还有野生的。小曼啊，现在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要有难同当，所以你要是还有什么东西，我们要一起分享。我身上就这一幅星域图，可以对照天上星域判断我们的位置。对照星域，那不是要等到晚上？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离开这里。我饿了，可东西都没了，怎么办？这里是一片绿洲，应该能找到一些食物。那我们分头行，以防万一你自己跑路，这东西我先保管着。可恶，你最好祈祷以后别落到我手里。好多野果，应该够吃了。不对，这些东西我也没见过，
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赵曼是万毒体，或许可以让他试毒。那个，你找到吃的了吗？没有。唉，对了，我听说你是万毒体，怎么了？就是有些好奇，万毒体有没有什么自带的特性，比如不怕毒之类的。当然，我就是随口问问，纯粹好奇。你要是小气，不愿说也行。这又不是什么秘密，我对毒素有很强的抗性，只要不是顶级毒物，万毒体都可以把毒药化解。不过就是吃了毒药，身体会有些难受。哦，不会死就好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这是我刚才捡的野果，你吃吗？你不吃吗？我刚才已经吃饱了，你吃吗？谢谢，你人真好。看来没事，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得再等等时间。于是这货就这样等到了晚上。这么久没反应，看来红色的果子安全。出星星了，快把星域图给我。找到位置了，按照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，大概2天能到隐幽城。还要2天？这些果子你拿着，应该够你吃了。你人真好。好了，今晚我去守夜，防止妖兽，你休息吧。太他妈饿了，找个理由悄悄吃东西去。真是个好人啊，又给吃的，又守夜。真好吃。不对，他是怎么确定这些果子可以吃的？难道他在让我试毒？这一天，年轻的赵曼终于知道，命运的馈赠都早已标好了价码。混蛋，我要嘎了你！绿色的果子有毒。混蛋，大混蛋！小曼啊，做人不能太斤斤计较。你不是毒，我怎么知道哪些能吃？我要是吃到有毒的，嗝屁了，就没人保护你出去，那你这一路就太危险了。所以我这都是为你好。来，尝尝这个有没有毒？我赵曼好歹也算个大小姐，现在吃不饱饭就算了，还被逼着试毒。不至于吧？现在的年轻人这么脆弱吗？算了算了，以后指不定是同门师兄弟，搞得太难看也不好。这个没毒，给你。你能这么好心，肯定有阴谋。爱吃不吃，赶了1天路，今天就在这休息吧，我来守夜。你又守夜？废话，我怕你守夜，半夜一刀嘎了我。经过2天的赶路，这2货终于来到隐幽城。终于到了。王馒头，跟我走吧，我赵家在城里安排了人，到时我一定好好报答你护送的恩情。不用了，我王馒头火雷锋，做好事不求回报，山水有相逢，就此别过。可恶，没骗到他，你这辈子最好别让我逮到。他喵的，这去了不是羊入虎口吗？等我到苍星门站稳了脚，小爷再陪你好好玩。2日后，这货来到苍星门外。你说你在云天宗嘎了人，所以想拜入我苍星门下。不错，久闻苍星门大名，今日特来那头叩拜。有点觉悟，不过加入宗门需要长老同意，跟我来吧。而这货不知道的是，今日赵曼也前来入宗，因他是稀有的万毒体，所以苍星门所有长老包括掌门都出面迎接。不愧是万毒体，一旦配合魔心养毒体功法修炼，以后境界最低都是元婴期，说不定还能冲击化神期和化神以上，真是天佑我苍星门。见过掌门与诸位长老。何事？有个叫王馒头，说是在云天宗嘎了人，想拜入我苍星门下。王馒头？怎么，你认识这人？岂止认识，那可是我的挚爱亲朋，我可找他好久了。既然是你的故友，那便让他进来吧。王馒头，好久不见。我尼玛，这傻妞怎么也在？这下完蛋了。好兄弟，你可想死我了。是啊，我也很想你，想好好感谢你护送我出血墨。哦，原来是这小子救了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做个内门弟子吧。内门弟子，那可是最低需要筑基修为，1个月的工资有10块零食，这是明着给我提高福利待遇啊！没想到他会以德报怨，真是太感动了。宗主不可，这货虽然是我朋友，但他才练77，不能因为我而破坏了宗门的规矩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找个筑基期的修士与他比试一番，看看他的实力再说。找筑基期的和他比试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看来这2人关系有蹊跷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应该找筑基极品的和他比试。这货毕竟是我朋友，如果找的人实力太低，大家会认为他是个关系户，以后他在宗门会被瞧不起的。干脆找个筑基后期和他比吧，这样就没人说闲话了。筑基后期？你怎么不干脆找个金丹期和我打，这样嘎得快点？说的在理，王馒头，你觉得如何？我可以拒绝吗？
拒绝无效，走吧，去比舞台。他喵的，你都帮我规划好了，还问我搞鸡毛？王馒头，我看好你哦，奥利给！炼气9层对战筑基7层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赌那小子撑不过3招。不知师兄怎么称呼？我靠，年轻人不讲武德，搞偷袭！躲得如此轻松，看来子子身法已经练气圆满了，有点本事。可恶，小瞧他了。别生气，一个身法而已，你可是万毒体，修炼什么功法到圆满都很轻松。是啊，圆满境的身法努力都可以，半万毒体可不是谁都能有。一群白痴，这小子可不止身法圆满，真有意思。小子，有本事别跑，站住让我打一下。你他妈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？我们修为相差一个大境界，有本事等修为一样了再打。我这是奉命行事，你让我打一下，我好交差。你在想屁吃呢？要不你让我打2下，我也好交差。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化外分身，大封印，风系法术。你特喵除了跑就是躲，有本事正面对抗。我求说，七杀我也，给我破。人呢？有盾术，强化阵，凝，血云斩。我操！长老随意插手比试，这特么比我还不要脸！我没看错吧？他刚刚的大封印、火球术和土遁术好像都是瞬法，也就是说，他都练到圆满的境界了。看那手臂，好像还修炼了炼体之术，还能瞬间凝阵，这起码是一阶巅峰的阵法师。不行，此子天赋卓绝，我要将他收入我武风门下。你滚远点，收了也是浪费别人天赋，还是让我提风来。去，你俩一边玩去！这么好的阵法天赋，自然得由我阵风来收。和我们抢弟子，干他！他天赋这么强吗？这么多长老抢人？马马虎虎吧，和你万毒体比还是差了很多。那为什么只有师傅你愿意收我为徒？那是因为万毒体只有我毒风才能教，这反而证明你的万毒体才是真正最为珍贵的那一个。哦，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等为师给你收个师弟回来。王馒头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那个蛋，哦不，漂亮姐姐，你是谁呀？他喵的，差点顺口说出大妈。嘴巴挺甜，会说话，不是青岩峰的长老楼青羽，想收你做个亲传，你有没有兴趣？亲传弟子？那拜你为师有什么好处吗？好处吗？这可就为难姐姐了。姐姐没有辅修其他职业，炼丹、阵法、符箓和毒药都教不了你。不过姐姐实力还挺强的，整个苍星门除了那些闭关的老不死，就连掌门也不是我对手。你要是惹了事，姐姐都能帮你摆平。除此之外，青岩峰只有姐姐一个人住，上面资源堆积了不少。如果弟弟来的话，可以多消耗，帮姐姐减轻一些负担。弟子王馒头拜见师傅。他喵的，这才是金大腿啊！以后我王馒头可以横着走了。多了诸位长老的徒弟，大家不介意吧？不会，王馒头跟我们就是浪费，只有娄师妹才能教导。对，我们教不好他，娄师妹才算是个好师傅。很好，既然大家觉得没问题，那便送点拜师礼吧。什么鬼？拜师礼？收徒的又不是我们，怎么反倒要我们给拜师礼？还有天理吗？还有王法吗？怎么，诸位是觉得我这徒弟收的不好？没，我们绝对没这个意思。那你们还在磨蹭什么？你一个丹峰长老，嘴的流油，怎么好意思拿几颗破丹药和灵石？可他才炼气9品，其他的他现在用不上，他以后会用上的。那我能不能以后再？我给还不行吗？我花了半年时间才炼成的龙虎丹啊！掌门，快救救我们！娄师妹，收好。他喵的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诗啊！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我先带王馒头回去了。徒儿，上来。可算把他送走了，但为什么我反而愈发心乱？让王馒头跟着他，我们苍星门会不会又多一个祸害出来？那个师傅，那些拜师礼
咱们怎么分啊？分什么，都是你的。师傅，你对我真好。不过你现在的修为太低，给你也没用，所以先存放在我这吧。小孩子家哪用的那么多钱？妈先帮你存着，等你长大了结婚买房。这特喵不是一样的套路吗？快到了，有些事我要给你交代一下。青岩峰就我一个人住，你可以随便折腾。修炼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来问我，要是想学其他的，可以去找其他长老。他们如果不愿意教你，我会找他们说道。还有，要是宗门有人欺负你，金丹期之下自己打回去，但如果修为在金丹以上，我会帮你打回去。这些灵石够你用一阵了。对了，你现在练气巅峰，知道怎么筑基吗？我知道筑基分为人道筑基、地道筑基和天道筑基。不错，普通弟子一般都是人道筑基，资质好的都地道筑基，但你作为我楼青羽的亲传，只能天道筑基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筑基材料。师傅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怎么感觉你另有目的呢？还挺聪明，猜的没错，我确实别有用心。师傅，我还没长大，求放过。乖徒儿别怕，为师要你做的事很简单，帮我嘎一个人就行。只是嘎人？不错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还好，不图我身子就好。既然有人敢冒犯巫师，师傅告诉徒儿他的姓名，现在天道也救不了他。我说的。那人叫邱宇宁，是太医门的圣子。我尼玛，太医门那是整个南辰州第一道宗，还他喵的是圣子，那就是皇帝的儿子。嘎了他，我肯定会遭到南辰州所有正派的追杀。那个师傅，这个圣子在家当着乖宝宝，是怎么惹到你了？惹我的不是他，是他的父亲邱风力。邱风力，琳琅剑圣，20年前以元婴期独占3名魔道化神机，甚至还斩杀了1名化神。不错，邱风力嘎了正是我师父，也是你师祖。我本想着实力足够就去报仇，可现在实力有了，却发现已经无法报仇了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是苍星门的长老，要是对付邱风力，就等于魔道向正道开战，到时候正魔大战，会有很多无辜的人为我而死。师傅，你可以先退出苍星门，再去报仇，这毕竟就属于你的个人行为，和宗门无关了。别想了，正道的那些人不会信的。那我去嘎他儿子，不会引起正魔大战吗？半年后，血梦秘境会开启，到时正魔2道所有金丹期以下的天骄都会入内争夺，邱宇宁也会去。你在秘境里面嘎了他，那是他技不如人。那师傅，我现在退师还来得及吗？你说呢？他喵的，这任务就是地狱级的，我得找个机会再开溜。可要是再溜的话，这南辰州的正魔2道我算是得罪完了，只能去其他州了。师傅，这是什么？一道血杀印罢了。如果你不好好修炼，或者想要逃跑的话，为师就引爆它，后果你明白的。我尼玛，直接断我后路，这是铁了心让我去嘎那圣子了。乖徒儿，你只要好好修炼，帮为师报仇，那师傅一定会把你当宝贝一样宠着。好了，你在这安心修炼吧，争取早日筑基。这哪是什么梦中情诗，分明是头女恶魔啊！小孩子家的真好糊弄，没点压力怎么成才？不过一道灵念罢了。而此时整个苍星门正在发生一件事。都快点，尽量让每个弟子都记住这家伙的长相。师傅，为何要让所有弟子都记住王馒头？难道他真有什么特殊之处？不是这王馒头有什么特殊，而是他师傅楼长老。对，你平日见到他一定要尊重，别让他挑出什么毛病来。那个楼长老有这么可怕吗？可怕，你太小瞧他了。上次在丹峰，就因为一个弟子见到他没打招呼，他直接就……楼长老就把人嘎了？那倒没有，毕竟他也不是什么滥杀无辜的恶魔。那他做了什么？他直接使丹峰把丹峰长老刚炼好的一炉七焰丹给抢了，1炉10颗，他直接抢了9颗，那可是丹峰长老炼制3年才成功的，当场就给丹峰长老气哭了。你想想，一个活了几百岁的元婴老怪被当场气哭了，这像话吗？那个师傅，你被抢过吗？哼，笑话，你也不看看你师傅是谁，我怎么可能哭？第二天，这货来到丹峰购买筑基丹，准备筑基。馒头师兄早。师兄早。咦，这一路上每个弟子都给我打招呼，魔道宗门这么有礼貌吗？而且我昨天才入门，怎么他们今天就都认识我了？馒头师兄早，来买丹药吗？
不错。按照宗门规定，新传弟子可享受8折优惠。不过你是第一次购买，我给你来个新用户特惠，打5折，你看如何？还有新用户特惠？那给我来3颗筑基丹，多少灵石？100灵石1颗，打5折就是50灵石，3颗150，给你抹个零头，算15吧。零头是这么抹的？魔道宗门都是这样做生意的吗？这特么给我整不会了。对了，我想学习炼丹，需要怎么做？这是我丹峰1品炼丹师指南，这些是师弟学习的一些丹方，我都学会了，没什么用，便送于师兄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既然今天有新用户优惠，那什么小还丹和强体丹的药材都来10份。师兄，这些药材有点贵，直接说打完折的价格。总共300颗灵石。师兄，这放心，规矩我懂，不会让你吃亏。抹去零头就是30，这里刚刚好，收好。下次再来找师弟。我操，这瘟神还要来，不行，我得暂时离宗出走。随后这货来到丹峰炼丹处，准备学习炼丹。哟呵，这不是万毒体吗？你来干嘛？当然是炼丹啊，难不成还找你是毒？王馒头，我咬死你！2位师兄师姐，此地禁止打闹。我是来炼丹的。我也炼丹。好吧，这是2位的号牌。2位师兄师姐，里面禁止喧哗，以免其他人分心丹药炸炉。哟，号码都挨着，看来咱俩挺投缘啊。哼，这玩意怎么操作？哦，原来是用灵力注入丹底，我学废了。我靠，大家伙在炼什么丹？火力这么猛！可1品的丹药不需要这么猛烈的火焰吧？难不成他炼的是3品？这家伙难不成是炼丹大佬？你在炼什么丹？药材不用分批次放的吗？分批？这玩意还要分批放？合着你压根就不会炼丹。这是要炸炉了。我炼了4个小时的还神丹，就差最后一步成丹了啊！我存了半年灵石才买齐的药材呀，全没了，天道不公啊！王馒头，放心，我人还好，没有受伤。你无耻至极！宿主经过100倍增幅，恭喜炸炉100次，拥有了丰富的炸炉经验，炼丹术达到1品初级。那个，凡事总有第一次吗？第2次我肯定能成功。你还要练？放心，这次问题不大。我操！大家快跑！炸炉了？没炸，不过看这样子，肯定又失败了。你别瞎练，这样练没用。要不你求求我，我可是1品中期炼丹师，说不定能指点你1、2。求我啊，快求我啊！什么鬼？他不是才第2次炼丹吗？怎么就成了？这是小还丹，是1品丹药里面最难炼制的丹药之一。这不可能，妈，我分不清啊！才3颗，天赋真差。可恶，又被他装到了。而就在此时，娄青雨来到了丹峰。谁让你下令不准对王馒头动手的？还提出口号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你吃饱了撑的是吧？我这不是想着你就这么一个弟子，让大伙都爱护着点吗？爱护个屁！你这是在害他。他要是一直这么顺风顺水，实力还怎么变强？以前你说弟子不尊重人，来欺负我，现在你又说弟子太尊重人了，还来欺负我。我好歹也是个长老，不带你这么欺负人的。立刻设立悬赏，告诉所有金丹期以下弟子，以后只要看到王馒头就往死里打。当然，别真打死了，毕竟我这个徒弟还是挺金贵的。真要这么做？当真，只要是金丹期以下的弟子出手，我娄青雨绝不追究。苍星门金丹期以下弟子听令，从此在宗门见到王馒头，给我往死里打。轻伤王馒头者，可进灵药堂，任选3份3品以内药材；重伤王馒头，可入丹心谷，领悟丹意3天。击败王馒头，可得我亲自指点炼丹。我操，轻伤就能获得3份药材，怎么也得上1000灵石吧？灵石算什么？击败可获得长老亲手，这可是亲传弟子才有的福利。这特喵就是透金主啊！召集兄弟们抓人去！我尼玛，怎么突然针对我？赶紧跑！认输！他跑了，赶紧追！休走了王馒头！王馒头，你也有今天！追杀王馒头！
发现王馒头了吗？没有，这货跑得比兔子还快。继续找，修走了王馒头。他喵的，整个宗门的弟子都在追杀我，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！要不是被师傅中了血杀意，我铁定叛逃宗门了。馒头师兄，师兄放手，我是自己人，是来帮你的。你丫放屁呢！我昨天才入门，哪来的自己人？明显就是来抓我的。师兄，你相信我，我用储物袋做担保。傻缺，我直接把你雷晕了，储物袋也是我的。你要再不帮我，我就引爆这雷光符，到时全宗门都知道我们在这里。师弟啊，我打第一眼看你就知道是自己人，师兄给你开个玩笑而已，你快把雷光符给师兄，免得不小心引爆了，大家都尴尬。那师兄先把储物袋还给我。开玩笑，到我王馒头手上的东西哪有退出去的道理？师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白子秋，你快把储物袋还我，不然我就引爆雷光符了。师弟啊，你要把格局打开，别一心在意你的储物袋。格局？哦，那师兄把你的储物袋一起给我吧。我尼玛，今天遇到个硬茬。师兄，我真是自己人，过来投奔你的，你把储物袋还我，我把雷光符给你以表诚意。好吧，信你一回。师兄这下信我了吧？无实现殷勤，肯定有问题。但我被堵在这丹峰一天了，下山的路全被宗门弟子封死，也许他能帮我逃出去。既然是自己人，那你可有办法逃离此地？师兄放心，师弟有万全之策。这是师弟发现的一条秘密道路，10分钟就能离开丹峰。哦，带路，走人。你丫不是说安全的吗？怎么有人在守？没的呀，我来的时候明明没人啊。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师弟对不起了。为什么？师弟啊，师兄就帮你保管着储物袋了，免得被其他人抢去。谁叫我行善呢？快来人啊！我抓到王馒头了。哪里，别让他跑了。在这麻袋里，好兄弟，我们一起上。真是好兄弟，有好处不独吞，大家上啊！你们先打着，我去多叫点人，大家一起拿奖励。随着王馒头被抓到的消息散播出去，来的人越来越多。你们说，这算重伤还是打败？管他的呢，反正是蹭的。馒头师兄为我们付出太多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。王馒头在哪？让我来。赵师姐请。怎么了师姐？是不是不忍心动手？这货不是王馒头。先不说王馒头身上那独特的剑意，这人的修为和体型完全不一样。这是馒头师兄吗？我好像有点认不出来。废话，打成这猪样，认得出来就怪了。去他喵的王馒头，去他喵的苍星门。好像打错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要回去修炼，先走了。等我，咱俩一起双修去。你俩男的双修个屁啊！算了，带我一个。走了，我今晚肯定在梦游。终于回到青岩峰了，这里有师傅在，没人敢硬闯，就是委屈子秋了。真不愧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。等小爷突破筑基期，再陪你们好好玩。系统开启100倍增幅。你进行了天道筑基，100倍增幅筑基了100次，恭喜宿主筑基失败100次，对天道筑基理解更加深入。筑基100次都不成功，这筑基丹肯定是假货，要不就是师傅给的材料过期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你天赋有问题？算了，接着来。恭喜宿主筑基失败100次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200次是头猪都筑基成功了，小爷不信了。继续。恭喜宿主天道筑基成功。这么快就突破了，看来给他压力是对的，不过也得适当的给些奖励。宿主修为提升至筑基期，系统每日增幅所需灵石增加至100颗。我操，不带这么玩，一次100颗，你当我家挖灵矿啊？钛金改变命运，请宿主努力赚钱。身上就剩了师傅给的600颗灵石，只能增幅6天，今天增幅时间还没结束，不能浪费，赶紧修炼。乖徒儿，师傅来看你了。师傅，你要没事就回去吧，徒儿没空。这语气怎么感觉我是徒弟，他才是师傅？这是为师给你准备的东西，你。师傅，你大老远跑过来，一定累了吧？快坐。法宝、功法、丹药、
钱呢？怎么没钱？你要零食，我昨天不是才给了你吗？你都花光了，不够用啊。为师也没什么零食，这2000颗是我所有的家底了，你省着点花。没对啊，师傅，我刚才明明看到里面起码有几十万颗零食。这是幻术，看着很多，其实里面一颗零食都没。我不信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睡吧。这特么不是天刚亮吗？对了，山下聚集了不少人，都是来找你的，太吵了，你赶紧去把他们打发走。好兄弟，你果然健在。混蛋，把我的储物袋还给我，那是我3年的心血啊！我靠，这种要钱不要命的性格，值得我学习。还你，东西没省。你这么好心，看在你帮我挡了一灾的份上。安徒师兄，今天得罪了。等等，我站的地方是青岩峰的地界，你们敢硬闯，就是对楼长老不敬，我分分钟就去打小报告，让楼长老治你们的罪。怎么样，不敢硬闯吗？我出来了，又进来了，我又出来了，又进来了，有本事来打我啊！小馒头，好好磨练吧。我操，师傅把我关外面了。再等等，其实我们不用刀剑相向，你们也能领赏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想要的无非是击败我，再去长老那里领赏。不错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可是亲传弟子，你们今天打我一时，以后就要做好被我报复的打算。所以为了我们不结仇，而且能让你们拿的奖励，我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还请师兄指点。很简单，我们打假赛，只要我在擂台上故意输给你们，你们就能去领赏，而且不会和我结仇。哦，那馒头师兄想要什么？是我行者子修也，最近手头有点紧。馒头师兄拿命来！我操，踩滑了！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，师弟竟能破我防御，轻伤于我，厉害啊！喂，你买的是轻伤还是重伤？轻伤，重伤要300灵石呢，我可买不起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一上午就赚了3800块灵石，要是来上1个月，直接奔小康。馒头师兄请指教。轻伤100，重伤300，击败我600，师弟选哪个档次的战斗？给我来个重伤的。我这土文真不错，做人圆滑，有智谋，不受常规思想束缚。看来我给的压力还是太小了。掌门师兄有什么事吗？那个师妹，你看对你徒儿的追杀令是不是该结束了？今天光是丹峰就有13个弟子去领赏，丹峰的灵药阁都快被搬空了。现在丹峰长老正在我面前哭呢。结束就结束吧。不过我记得咱们宗门的试炼之地似乎有段时间没开启了吧？试炼之地，师妹，试炼之地5年开启一次，离下次开启还有1年半。现在开启对试炼之地是一种负担，这可是宗门的立命根本之一，不可胡闹。这还不简单，减少进入试炼之地的弟子，再把下一次开启的时间拉长，这样就能减轻负担了。可这不符合规矩啊！血墨秘境开启在即，你难道就不想宗门弟子多提升下实力？你是为了你那个徒弟吧？师兄是宗主，自己决定。罢了，你说的也对，为了血墨秘境，就提前开启一次吧。他喵的，这钱是一点都不好挣啊！实打实的要受伤，还是从师傅那里白嫖容易些。乖徒儿，我好像听到你在说我。师傅，你怎么一天神出鬼没的？为师来给你说一件事，过几天宗门的试炼之地将开启，你想去吗？试炼之地？不去，一听就很危险。我就知道你想去，所以为师已经帮你报名了。你耳背吗？我说的不去，不去。对了，里面最强的可是元婴期的妖兽哦，所以乖徒儿，你这几天得好好修炼，争取活下来。造孽啊！我他妈摊上了个什么玩意师傅啊！写下对仗，回阁楼自由般，顺眼上画呢喃，一老叟垂钓江畔，声声分离，浸润水雾弥漫。今日试炼之地开启，为期1月，生死各安天命，开启传送大阵。王馒头，进去后麻烦帮忙照顾下赵满，毕竟你们2个也是老朋友了。啥玩意？他保护我，他才是我最大的威胁，好吧？王馒头不在，我能安全100倍。长老放心，我肯定会保护好他。好兄弟，走吧。年轻真好。好多尸体，都是筑基巅峰和金丹期的师兄师姐。
我操，这失恋之地也太危险了吧！他想干嘛？还好，储物袋还在。大哥，你好歹是亲传弟子啊，高低也算个门面人物，大庭广众摸自家弟子的事，你怎么好意思的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大家快离开。我们去哪？先吃个果子，我看看攻略。你又想找我试毒？这下放心了吧？算你有点良心。你准备的食物？不是，刚刚在尸体上找到的。你这么恶心。放心，我的是从储物袋里拿的。那还好。什么？你的是储物袋拿的？那我的呢？王馒头，我打死你！我现在可是筑基3品，你打不到。可恶，他怎么比我万毒体还修炼得快？走吧，按照副本攻略，我们先去岩鱼谷。飞行法器，师傅给我的。让个位置。没地方了，你自己在地上跑吧。你要不要脸？问都不问一声就自己跳上来，而且就算背，难道不应该是你背我吗？你不懂，这叫保存实力。我是战斗主力，平时赶路什么的，你就辛苦一点，这样大家都不吃亏。无耻至极！快走吧，路程还远着呢。终于到岩鱼谷了。你特么能不能先下来？我背了你整整1天半，现在腰酸背痛腿抽筋。哎呀，太久没走路，腿有点软。贱人！能灼烧肉身的火雨，原来岩鱼谷是这个意思，刚好可以炼体，红皮铁骨开。有问题吗？没事，走吧。王馒头，你个坑货！防御法宝，你师傅对你真好。哼！等等我。馒头师兄，赵师姐，你们堵在这里做什么？在下体风内门弟子张全，相信师兄也是为地热灵泉而来吧？不错，那我们可以合作。什么合作？这地热灵泉是炼体之宝，能不断增强肉身，但现在由一群岩吞兽占领，斗王的修为甚至达到半步金丹。师兄若是能解决兽王，山洞内的宝物全归师兄。全归我？那你呢？我体风弟子进来的目的就是泡灵泉炼体，其他的不重要。你等等，我们商量一下。干嘛？好兄弟，你师傅还给你了什么好东西？没有了。别生气，我们现在算是相依为命。这次你帮我，下个地方我帮你。那你下个地方去毒气沼泽帮我拿毒珠。放心，我王馒头说话算话。我师傅确实还给了我几个法宝。哦，那有没有能够杀死兽王的手段，或者是能瞬间带着我一起跑路的？可以。还真有。他喵的，同样是亲传弟子，凭什么我要穷养？师兄，考虑的如何？走吧，我们合作。那就是地热灵泉吗？你们几个对付小怪。师兄，我们联手对付兽王，我来抗，你来攻。攻击强化阵。不是。我操，暗部金丹这么强，随便喷个火都差点扛不住。馒头师兄，别划水。选云剑。兽王暴走了。霸王拳。馒头师兄。巨棍。张师兄，幸好有师傅给的准玄器软甲，不然这下就挂了。兽王现在重伤，优势在我，可以拼。强化阵、护身阵、爆裂阵、血杀阵、急行阵，一剑打兽王。金蛋，他要自爆金蛋，混蛋！王馒头。你竟然没事？区区金丹自爆罢了，岂能伤我？我的准玄器软甲
你怎么扛一下自爆就没了？我的匕首怎么在你手上？还给我！这把匕首应该是你能击杀兽王的底牌吧？你还给我！这匕首太危险了，我帮你保管着。可恶，你刚才怎么不死在里面？你去哪？泡地热灵泉啊！好多妖兽幼崽，要嘎了吗？别动手，这都是活着的钱啊，到时带出去卖给受封的弟子。进温泉吧，我们一起洗澡。一起洗澡？愣着干嘛呢？快下来！那个，我还没想好。白给的好处还需要想，果然是傻妞。这地热灵泉名不虚传，我能感觉到肉身在不断变强。系统开启100倍增幅。你修炼了1天，增幅修炼了100天，体内囤积了巨大的能量，该突破肉身境界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这是体内共振，馒头师兄在冲击肉身2阶段。我修炼了5年的体术，可离肉身2段还有一步之遥。师兄入门10天就达到这一步，真是天赋异禀。吐血了，馒头师兄没事吧？体内共振分9股，一股比一股强，最后一股的威力比前面8股加起来都强。共振8股了，还差最后一股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这是最后一步，能量入骨，犹如千刀刮骨般疼痛，能不能扛过去，就看馒头师兄造化了。我不能死，再撑一会就好。恭喜宿主突破成功，肉身达到太古1层。成功了，馒头师兄的意志力太强了。恭喜馒头师兄，我听说肉身达到2阶段，不但增强肉身，还会提高感知力。师兄有这种感觉吗？还有这功能，我试试。每个人的能量强弱都能感到很清楚。等等，有一股能量不属于他们身上，是什么东西？这难道是灵泉凝聚的某种结晶？师兄，这石头是？没什么，一块破石头而已。我带点土特产给师傅做纪念。带块石头给师傅，这什么骚操作？对了，我打算离开这里了，还要麻烦各位师弟一件事。师兄请说。这些妖兽幼崽我不方便带，还劳各位师弟出去时帮我带出去。师兄放心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们吧。都是活着的钱啊，不能浪费。走吧，现在去帮你拿毒珠，快把你的葫芦瓢召唤出来。出发，目标毒气沼泽。你都背得满头大汗了，要不别背我了。这货今天吃错药了，竟然会关心我。要不你下去跑吧，我自己来驾驭这玩意。放心，我会飞慢点等你。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，不然指定在这锤爆你。前面好像到了。什么情况？我毒蜂弟子怎么死了那么多？赵师姐，这毒气沼泽温养毒株，一般5年一个周期，但这一次试炼提前1年半开启，所以大部分毒气没有被毒株吸收。现在毒气沼泽的毒气要比正常试炼强上数十倍，先前我们没注意到这点，贸然进入，所以……你去干嘛？这储物袋能抢救一个是一个。别看我，我不认识这货。好兄弟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直接离开吧。不行，你答应帮我拿毒株的。那你能进去吗？这毒气的强度，就算我是万毒体也扛不住。那有没有什么避毒的东西？这是3品避毒丹，吃了后10分钟内不受毒气侵蚀。你还有多少颗？还剩1颗。可按照攻略，这进去出来一个来回最低都要1个小时，你这避毒丹数量不够啊。正常情况我的万毒体就能扛住，这丹药只是备用，谁能想到会出现这种意外？那你还有其他办法吗？比如你师傅给你的法宝之类的？没有办法了。真没了？真没了，要不我们走吧。看来骗不出其他东西了。走什么走？我既然答应帮你拿到毒株，那就算拼上性命也会做到。你王馒头什么货色我不知道，会为我拼命。相信我，我真去帮你拿。你认真的？比珍珠还真。不过这工作难度你是看得到的。所以呢？得加钱。500啊，不，1000灵石。你疯了吗？真是要钱不要命，这毒气你扛不住，会死人的。放心，我有办法进去，只是成本有点高，这1000灵石还不够成本呢。但谁叫我心善呢？答应你的事就绝不反悔。没想到他竟然会为了我拼命，我好感动啊！
1000灵石没问题，不过我身上钱不够，出副本后给你。这颗必毒丹你也拿着，遇到妖兽能跑就跑，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，你可不要死了啊！放心，宿主吃下必毒丹，100倍增幅后获得1000分钟必毒时间。这灵石赚得真轻松，而且这毒气沼泽就我一个人，所有灵药都是我的了。王馒头，你可别出事啊！师姐，别等了，这都2个小时了，馒头师兄想必坟头草都有了。不会的，他把狗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遇到危险都是第一个跑路。再等等吧。师姐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馒头师兄已经跑路了？真有可能！混蛋，死馒头，坏馒头，狗改不了吃屎，害我感动半天。哟，大老远就听到你在诅咒我。你竟然没跑！废话，你钱还没给我，我跑了有毛用？我王馒头岂是临阵脱逃之徒？说好的帮你拿毒珠。这是毒珠，你真拿到了？有遇到危险吗？这毒珠由一群树妖在守护，不过最后我们达成共识，和平解决了。你人真好。我这趟牺牲很大，别忘了我的灵石。放心，钱不会少你的。你等我一会，我先把毒珠炼化了。各位师弟，这是我在里面采集的毒草，绝版货哦，独此一家，你们需要吗？要，师兄怎么卖的？100灵石一株，不二价。那个师兄，我身上钱没带够，可以打欠条吗？没问题，都是同门师兄弟，不过谁要敢赖账，那到时来收钱的就是我师傅了。后果吗？诸位师弟应该能想到。不会，我们绝不赖账。尼玛，楼长老要是来收钱，那就不是钱的问题了，估计整个毒蜂都要被包3层皮，到时毒蜂长老会活剐了我们。哟，炼气9品了，万毒体修炼果然很快。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知道，快追上我修炼速度的尾气了。可恶！既然你炼化完了，那我们走吧。我们去哪？青玉树。你想抢青玉果？可那玩意是提升修炼天赋的，你的资质这么逆天，对你没用吧？他喵的，我筑基300次才成功，是头猪都比我天赋好，这青玉果就是为我而生的。赶紧飞，别墨迹，去晚了连汤都没得喝。果然还是来晚了，果子都被摘走了。那我们，你这一路拿死人东西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封建迷信不可取。再说了，我被魔道修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我才8个师，在魔道里已经是一股清流了。这些弟子看样子都是同门争斗而死，这就是魔道宗门嘛？牲口啊，是哪个牲口把储物袋全拿走了，连死人的东西都拿？你们不怕遭报应吗？你这货还有脸骂别人？最大的那个牲口不正是你吗？该死的小偷，敢抢我的钱，别让我逮到你！赶紧走，我们去白桑湖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他们在试炼。试炼？按照师傅的攻略，这里是试炼之地最大的机缘。什么机缘？相传千年前，苍星门老祖创立了这试炼之地，在里面留下无数机缘，而老祖最大的机缘便在此处。这试炼之地5年开启一次，1000年来无人能拿走这份机缘。无人能拿走？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能是老祖的肾结石吧？这玩意也能被当成机缘？你在忽悠我是不是？傻不傻？都说了1000年没人能得到，我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？那你来这里是打算去试试吗？试试呗，反正不要钱。又有人上去了，只请严峰的亲传弟子王馒头。虽是亲传，不过修为才筑基3品，感觉撑不了太久啊。白桑湖3道试炼，天赋、卫心、自我，我觉得他顶多也就能撑过第1关。我要50灵石赌他能过第1关。你们这是？赵师姐，要不要下点注玩嘛？怎么下注？很简单，注压上面的人最终能通过第几关？有王馒头的吗？有，刚加上。这个1比100是认真的吗？这就是个噱头，没人会买的，毕竟这机缘1000年都没人能拿走。是吗？那我押20灵石赌王馒头获得机缘。师姐这是白给呀。反正就20块灵石，玩玩而已，但万一要是动了呢？最终试炼开始，第1关天赋测试，元阳指筑基期武器，3天内修炼至精通。修炼到精通还要3天，是瞧不起我王馒头吗？系统开启100倍增幅。快看，杨师兄已经进入第2关问心试炼了。杨师兄是这一届天赋最强的弟子，已达筑基9品巅峰，这次说不定有望拿到传承。快看，王馒头也进入问心试炼了。我操，他怎么这么快？天赋比杨师兄还强。幻境，看来进入到问心试炼了。
求求你放过我！救命啊！当我面突然家满门，少侠，救命啊！算了，我王馒头就是看不得这些事。果然，闭上眼睛舒服多了。现在是我成了元凶，对面全家被嘎了，就剩一个小孩子，这是要我做选择吗？大哥哥，别嘎我！小朋友，这次放过你了，下次见面我不会再手下留情。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，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既然觉得他可怜，为什么不放过他呢？你是谁？吾乃苍星门老祖。你是老祖？不错，你还没回答我，为什么不放过他？既然已经嘎了对方全家，那就是死敌了。难道我要放过他，任由他成长来寻我报仇吗？万一他不会找你报仇呢？只要有几率，我以后的日子就会过得不安心，哪有前日防贼的道理？所以我王馒头宁可愧疚的活一辈子，也绝不担惊受怕的活一辈子。不错，不圣母，杀伐果断。刚才为何不出手？因为不想招惹麻烦，对方实力未知，万一把自己给送了呢？再说了，我与他们非亲非故，为什么要帮他们？假如这里有你的挚爱亲朋，你会出手吗？那我会先观察一下敌情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带朋友跑。那要是带不走呢？那就自己跑。为什么不试着抗争一下？打不过还剩什么？给对面加菜吗？还不如先跑了，躲起来修炼，等以后有机会再报仇。那修炼了还是打不过呢？那就找条大腿帮忙，或者买凶嘎人。那要还是打不过呢？那就忘记吧。忘记仇人还是挚爱？都忘，不过只是短暂的忘记，然后每隔10年、100年悄悄去找仇人一次，看有没有机会，没有就继续变强。我相信总有一天能报仇。现实、理智、利己没有受到的仁义太多影响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在现实遇到这种事，你会出手吗？不会。所以你会和刚刚一样，静静地看着。不，要不是知道这是试炼，我会转身走人。毕竟我又不是什么嗜血之辈，站在那里看完全程，你当我变态啊？若当真遇到，能帮还是帮吧，做件好事。不会吧？魔道老祖让我多行好事？魔道未必就是滥杀无辜，正道也并非都是善良正义之辈。这话说的倒是不错。话说，这问心结束了吗？问心，几句简单的话都能看出很多东西。你的回答我还挺满意的，只希望最后你自己不会后悔。王馒头这么快就出来了，杨师兄脸色看起来好差，不会有事吧？你懂什么？问心试炼，问的是道心，道心不稳就会走火入魔。杨师兄虽然看着难受，但没什么意义啊，说明扛过了问心试炼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王馒头呢？他一点变化都没。那王馒头进去才10分钟，问心试炼呢会这么快？8成是道心混乱，试炼里的老祖分魂将他赶了出来。第3关自我，看样子馒头师兄也通过了第2关，算他侥幸，第3关他肯定通不过。自我试炼是3道试炼中最难的一道，千年来多少天骄者陨于此，毕竟是完全复刻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。你吃丹药他也吃，你用法宝他也用，就连招式都一样，毫无缺点。他喵的，这相当于和自己战斗，什么套路都知道。我在身边布置了阵法陷阱，甚至把后背都露给他，竟然不上钩，估计这个老六和我想法一样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我在问心中经受了生死磨难，感受了世态炎凉，为什么王馒头却一脸轻松？为什么我对付这分身耗尽全力都未必是对手，而他却可以那么悠闲待着？明明我才是天才，是天之骄子。我要嘎了你！走火入魔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心理素质真差，随便一点打击就要入魔。你不是能学我吗？那就学我入魔啊！剑锋弟子杨青林见过老祖。你无缘，离开吧。该死，都怪问心一关害我道心不稳，导致战斗走火入魔。他喵的，这个老六这么猥琐吗？都不敢上来试探一下。老祖，我举报，这分身出问题了，都不上来攻击我。有没有问题？你心里没点逼数吗？你要觉得有问题，可以上去攻击他。开玩笑呢，这个老六身边绝对一堆陷阱，过去不是白送吗？不行，得想个办法破局。虽然他能复刻我所有东西，但他没有系统，
我能靠系统突破，而他不能。系统开启百倍增幅。你施展了一个杀阵，百倍增幅；你施展了100次杀阵，你目睹了另一个阵法是破解阵法，百倍增幅；你目睹了破解100次，你对阵法感悟加深。你对阵法领悟达到新的层次，步入2阶初期阵法时，突破了，游戏结束。困阵。那是2阶阵法，馒头师兄突破了。快，本身这次破不了，原来战胜自我的方法就是突破自我。馒头师兄天赋太强了，战斗中突破，看来这千年未有人得到的机缘，终于要迎来结束了。为什么是他不是我？不行，我绝不能让机缘落在他的手中。不和你玩了，我要去拿我的机缘了。雷击阵，还有失恋。我观你天赋并不算好，甚至很差，原以为你不可能过第3关，是我小看你了。那老祖，机缘是不是该给我了？如今白苍湖试炼已破，我这道分魂也将失去。拿走这道机缘，好好修炼，为我苍星门扬名。如若有机会，我们说不定还会再相见。还会相见？老祖，你还活着？再见。先天剑意，没想到机缘竟是先天剑意。先天剑意只能是我的。2件东西，一件是先天剑意，还有个白雾，连说明书都没。来，给爷走2步。什么鬼？住我身体里，我还指挥不动？这特么的，光看不能用。交出先天剑意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些。让我死得痛快些？难道不应该是饶我一命之类的吗？合着你压根就没打算让我活？这位朋友，我可是青岩峰的亲传，楼长老的宝贝徒儿，你嘎我就不怕我事后报复吗？楼长老，哼，你是亲传，我也是剑锋亲传，而且你师父发话了，金丹期以下对付你，他不会出手，所以老实交出机缘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他喵的，就没见过这么坑爹的师傅。对方是筑基9品巅峰，而我筑基3品，加上诸多手段，倒是可以一战。可问题是，要是这次嘎过了他，让他跑了，日后恐怕他会一直针对我，必须一击致命。老祖救命！他要抢你送我的机缘。老祖还没走。冲洗！没人啊！你骗！不可能，这是什么匕首？竟然能破坏我体内生机？这不是师傅送我的匕首吗？能嘎金丹期，这货竟然拿来偷袭筑基期，真是无耻至极！就这样死了，我不甘心啊！杨青林死了，完了，这下完了。他哥哥可是杨青川师兄，是现在剑锋第1新传弟子。杨青川为人狠辣，做事不择手段，甚至对我们这些剑锋同门都毫无感情。唯一能够让他牵挂的，便只有这个弟弟。这下王馒头死定了。别考虑王馒头了，出去后恐怕杨青川连我们都不会放过。先想想如何自保吧。这么久应该凉透了吧？应该安全的。不愧是天骄，好东西就是多。青玉果，上次去青玉树没拿到，没想到他自己回到了我手上，我果然与此物有缘。王馒头，你这下算是把剑锋得罪死了。赶紧溜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没你哥的命，有你哥的病，这下嗝屁了还要拖我们垫背，现在怎么办？出去前都自残3刀，就说我们拼死从王馒头手上抢下尸体，倒下了他最后的贞操。哦，此法甚妙，我先砍为敬。兄弟，斧下留手，我们没必要这么内卷。你一直看着我干嘛呢？有话直说。我怕你背后偷袭我。啊！你是不是有什么被害妄想症？放心，我不会偷袭你。谢谢。你太弱了，正面都能一刀劈死，不用偷袭。王馒头，真是个单纯的傻妞，我还挺喜欢你。喜欢我？因为这样好骗一些。走吧，我们该出去了。白子秋，馒头师兄，好兄弟，真是想死我了。我和你关系什么时候好到这种程度了？白师弟，山水有相逢。看来馒头师兄人还不错。白师弟，要不你看看身上有没有少什么东西？储物袋呢？他喵的，王馒头，你给我站住，把我储物袋还我！还我啊！储
储物袋你不要走啊，没了你，我以后怎么活啊？师傅你真好，还专门来接我。本想给你收尸的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我的弟弟啊！王馒头，你喊我弟弟命来。看这情况，杨青川弟弟被王馒头害死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你嘎的！我本来不想动手的，但他却出口侮辱师傅，说你十恶不赦，长得丑陋不堪。师傅，你是了解我的，如果只是侮辱我，我可以忍，但侮辱师傅那绝对不行。所以，说实话，王馒头，你敢嘎我弟弟？没错，就是小爷嘎的，怎么不服啊？不服单挑啊？你要和我单挑？好，这是你说的，来决一死战吧。王馒头疯了吗？他才筑基3品，可杨金川已经金丹7品了，估计一招王馒头就得嗝屁。馒头师兄虽然挺不靠谱的，但不得不说，自等勇气和魄力令我们汗颜啊！他无愧我苍星门亲传弟子。是啊，同志，馒头师兄就是我偶像，馒头师兄加油，你是最胖的。我这便宜弟子吃错药了，平日不是挺怕死吗？难道在试炼之地转性了？师傅，这货要挑战你，赶紧收拾他。什么鬼？挑战楼长老，人家要挑战的不是你吗？你之前说了金丹期以上，你帮我处理。你看这个破金丹都找上门来了，你不给他点教训，以后我们青岩峰还怎么在苍星门混？我操，感情他的单挑就是请大腿，去他喵的偶像！神经病啊！娄青雨可是半步化神期，我一个破金丹挑战他，这不纯纯活腻了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都找上门了，不给点教训，我青岩峰以后还怎么混？那个楼长，我你想嘎他可以，不过你只能找金丹以下的弟子出手，要是金丹以上，那便做好被我嘎的准备。师傅牛掰！乖徒儿，走吧。说说吧，你为什么要嘎杨青灵？我得到了白苍湖的传承，还有明抢，我只能和他一决高下，最后他惜败于我。你这货嘴里就没一句真话。不对，白苍湖传承，你竟然得到了老祖的传承。对呀，那试炼挺简单的。传承里面有什么？一道残缺的先天剑意，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白雾。先天剑意是不可多得的东西，不过你想补全，起码要到金丹期才行。至于这白雾，名为拟态白雾，可以幻化成任何模样，甚至能拥有你实力的一部分。不过这东西也要金丹期才能催动。可是这2玩意现在都只能看不能用。对了，师傅，这青玉果该怎么使用？3颗你全拿了，没人和你争吗？没争啊，都是从杨金灵储物袋里捡的。这青玉果能提升修炼天赋，不过要炼成丹药才能效果最佳。我明天让丹峰长老帮你炼成青玉丹。师傅，这青玉丹是极品丹药，波儿也是炼丹师，要是不难，我自己炼制吧。不难，区5品而已。5品，还请师傅务必帮忙。终于回来了。你这次试炼表现不错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奖励。什么好东西啊？半步化神期妖兽的脊骨做成的脊骨剑。好东西啊，这玩意不得卖个几千灵石啊。左手还是右手？那就左手吧。好痛，师傅饶命。这根脊骨可以附在你手上，成为你的一部分，你可以用意念随意控制它。好了，你试试。刺客信条。好了，以后你要小心了，那杨青川肯定会派大量的人消灭你。不过这青岩峰他们不敢上来，但你要是下山，我可就管不着了。所以，小馒头，努力修炼吧。他喵的，从现在开始，小爷打死不下山，看他们能奈我何。王馒头，畜生，你还我储物袋，那是我在试炼之地1个月的全部收获啊！你不还我，我就在山下不走了，毒死你！耳朵出现幻觉了，一定是最近没睡好的原因。看看这白子秋有什么收获？这些难道是青玉树那些尸体的储物袋？白子秋这家伙真该死，竟然连同门师兄弟的储物袋都拿，我这算是替天行道了。我的储物袋啊！第2日，赵汉来到青岩峰找王馒头。王馒头，我来还钱了。钱呢？钱呢？这是我欠你的1000灵石，这还有200是卖妖兽幼崽的钱。200灵石？那没对呀，总共7只妖兽，110只，难道不是700吗？我辛辛苦苦帮你卖了，不得要点中介费吗？中介费一共才卖了700，你丫收费收了500。对呀，童叟无欺。我特么，这谁教你的？
这是我自己想到的，我觉得很合理，500真的不贵。不可能，你没这智商。好吧，是我师傅，他说跟你在一起就得无耻一些，这样才不会被你坑。他喵的，毒蜂老登，竟敢坏他道心，把钱还我！没了，那500在我还你1000的里面。你拿我的钱来还我！你！好了，钱还完了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完了，这傻妞的心已经被他师傅污染，以前的傻白甜从此一去不复返。毒蜂老登，此仇我必报。而这货永远都不知道的是，赵曼每只妖兽卖了200灵石，一共1400块灵石。这次王馒头完败，赵曼完胜。他喵的，这天赋真废！开了100倍增幅，10多天才突破一个小境界，算下来3年突破1品，传出去不得笑掉大牙。乖徒儿，你的青玉丹炼制好了，自己去丹峰取一下吧。要我自己去？我可以不下山吗？看你了，反正这丹药又不是我用。为了天赋，这丹药必须拿到，该来的躲不掉啊。对了，你不想一下山就被发现的话，最好从后山下去。山下人很多吗？不多，就只有一个教门弟子。教门弟子啊？白子秋已经在山下蹲你10多天了，说是让你还他储物袋。他应该是认错人了。师傅，你看我这样认得出来吗？认不出来。认不出来就好，那我去丹峰了。把王馒头去丹峰的消息散布出去。我这种好师傅可不多了，就喜欢在背后默默付出，深藏功与名。杨师兄，王馒头出现在丹峰，终于舍得出来了吗？你们7个随我去丹峰围杀王馒头，务必一击毙命，不能让他活着回去。咦，没对呀，这人跟了我半天，肯定认出我了。可我伪装的这么好，就连师傅都看不出来，怎么他一眼就认出来了？师弟，你跟着我干嘛？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你哪只眼睛看我跟你了？是杨青川派你盯着我吧？说吧，他出动了多少人来搞我？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哟呵，小样，嘴还挺硬。说不说，不说嘎了你。打我！在这里动手你会触犯门规，受到宗的惩治。什么门规？我们虽是魔宗，规矩不多，但有一条门规必须执行，那就是宗人长老所在的山峰上绝不允许私斗，而这里是丹峰上面，是丹峰长老的地盘。哦，明白了，也就是说杨青川不敢在山上搞我，只敢在山下埋伏。没对啊，我就说个门规而已，怎么有种通敌的感觉？看在你提供如此重要情报的份上，今日就不嘎你了，但也不能让你一直跟着我。自己在这待着吧。杨师兄，什么情况？王馒头发现我跟踪他，刺了我一剑。王馒头刺的？对。师弟，辛苦你了，来吃颗丹药恢复一下。谢谢杨师兄。杨师兄，去禀告掌门，王馒头在丹峰上面嘎人，请执法堂出面。是，杨师兄。王馒头，我们慢慢玩。弟子王馒头见过丹峰长老。你来了，这是你师父叫我帮忙炼制的青玉丹。弟子谢过长老。那个长老，还有何事？弟子想在你这躲，呸，待上几日？待上几日？主要是我感到修为已达临界点，如今又得了青玉丹，想待几日突破境界。原来是快突破了，那你去后殿挑一间屋子住下吧，等突破了就离开。长老放心，我一突破便立刻下山。你的宝贝徒儿要在我这里待几天突破境界，需要我赶他走吗？赶什么赶？我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让他努力修炼吗？好吧，只要你没意见我都行。有丹峰长老在前面守着，我看谁敢来搞我。系统开启100倍增幅。你吞下1颗青玉丹，100倍增幅后，你吞下100颗青玉丹。他喵的，药效有点猛过头。娄青雨，你别太过分！你徒弟昨天在丹峰上面嘎人了，我派去的执法队全被你打进疗养院。今天召集各大长老投票决定，要不要将你徒弟关入血狱大牢。你倒好，把所有同意的长老全部揍趴下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！我设计这一切，为的就是让他经受磨难，不断变强。你把他关起来，看似是惩罚，实则却是给了他安全庇护所。那小子要是知道你要关他，都不用你抓，自己就会屁颠屁颠进去度假，那还修炼什么？好，人可以不抓，但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处罚总得有吧？怎么处罚？要不扣他几年俸禄？行，先扣个20年吧。20年，
亲传弟子1个月50颗灵石，20年就是1万2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钱有什么用？又不能提升修为，估计我那便宜徒儿也不会在乎。20年够不够？不够就扣50年。20年够了，50年我怕你徒弟叛逃宗门。既然决定好了，那我走了。于重阳，你还有意见？没有，我只想问问，我徒弟杨青川要是真找人嘎了你徒弟，你不会找青川赔命吧？只要他按规矩来，我不会动他。你没忽悠我？拳头就能解决你，还用得着骗你吗？再说了，你徒弟也就只找了7个筑基巅峰出手，还不够我徒弟塞牙缝呢。有你这句话就行。乖徒儿，为师牛都替你吹出去了，你可要争气啊！他喵的，一次性嗑药过多，直接瘫了1天。试试青玉丹的效果。按照现在的修炼速度，100倍增幅后，2-3天就能提高1品。这丹药提高了我10倍天赋，还剩4颗，等小爷全部嗑完，再把修为、炼体、阵法、技能等等都练到筑基圆满，再出去会他们。于是这货就苟在丹峰上，没事嗑药，嗑完就继续修炼。杨师兄，我们都在山下蹲守1个月了，据探子回报，王馒头这丫的连门都不出，他不会准备躲一辈子吧？该死的王馒头，我就没见过这么恶心的人，狗到一点机会都不给。你们接着守，我回去休息几天，身上都臭了。你休息，我们就不用休息嘛？还别说，这收魏文习惯了就好。1个月了，也不知道我那便宜徒儿修为有没有长进。师傅，你来了。你现在修炼到什么境界了？炼体、阵法、法术都达到筑基9品巅峰，就修为差一点，才筑基7品巅峰。1个月就达到这种程度，看来我这徒儿潜力巨大啊！果然给他磨难是对的。你现在的实力随便能对付3-5个普通筑基巅峰了，为什么还苟在这里不回青岩峰？谁知道杨青川安排了多少人刺杀我？我打听过了，整个宗门大概有200多筑基巅峰弟子，就算有1/3的人来搞我，那现在丹峰至少有70-80人在守我，我觉得还得苟一下。70-80个筑基巅峰嘎你，你这被迫害妄想症有点严重啊！没那么多人，一共就7人。只有7个？不错。他喵的，7个人也敢来嘎小爷，真当我王馒头吃素的吗？今天我就要用他们的命，让整个宗门记住我的传说。怎么回来了？刚刚太激动，冲动了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7个是不多，但说不定他们有什么底牌。等我再苟2天。不过师傅你放心，后天最多大后天，再不济大后天或者大后天，我肯定和他们决一死战。你这是在干嘛？布阵啊，弄点阵法半身。那你打算布多少个阵法？不多，3-5天时间，1000可能到不了，但200-300还是可以的。200-300个阵法，这对面还用打吗？他们自刎归天都没你丢阵法来得快。你是不是对决一死战有什么误解？对了，有件事忘了告诉你，你在丹峰动手，掌门扣了你20年俸禄。20年？我算算，1期得7，2期18，3期56，是多少来着？一共1万2。12000，4舍5入就是2万，开100倍增幅就是200天，等于我自己修炼55年。徒儿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我没事。你心跳加快，真气混乱，今天别修炼了，好好休息。为师就不打扰你了，我在青岩峰等你凯旋。这笔血债就记在宗主头上了，以后迟早要讨回来。可惜了，很多阵法不能随身携带。不过小200个阵法应该能够应付了，杀阵80多个，半阵40多个，防御阵80个，恢复类阵法30多个，主打一个饱和式打击，是时候决一死战了。